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家長同埋聖心幼稚園嘅朋友，大家好啊！多謝大家一直支持，我係 LKBPM 1號陳新柏嘅爸爸，大家可以叫我 Marcus。喺聖心幼稚園家教會咧，我係攝影委員；喺我本身嘅學校咧，我係一位家教會嘅秘書。今日想喺度同大家匯報一下我過去1年嘅工作，爭取朋友。咁我係一位教師啦，我都好中意攝影嘅。我好希望可以用相片記錄小朋友咧最開心嘅一面。所以喺過去1年咧，我主要做咗以下幾件事：統籌同負責親子旅行啦、樂日啦、同埋遊戲人等等唔同嘅拍攝啦，整理啲相片啦，等到家長可以更快咁攞到一啲高質素嘅相片。咁事前亦都同老師同家長溝通，點樣可以影低小朋友最重要嘅成長一刻嘅。咁此外咧，我亦都係喺自己學校嘅家教會咧做咗秘書10幾年㗎啦。咁我亦都累積到一定嘅溝通啦、協調啦等等嘅經驗，都令到我明白咧家校合作嘅重要性。我希望咧可以憑我嘅經驗咧，為聖心家教會提供一啲意見同埋同意。咁嚟緊1年咧，如果有幸為大家繼續服務咧，我就會咧係繼續咧係做好我嘅攝影嘅工作啦，包括係影相啦，同埋係統籌好各位家長嘅拍攝嘅工作啦，都做好影像嘅分類同埋評分。最後啦，我請各位繼續支持我，現任聖心幼稚園家教會嘅攝影委員，等我同大家一齊為每位小朋友嘅成長咧，留低最溫馨、最珍貴嘅回憶。多謝晒大家，唔該。